不论是白天或是夜晚，人潮川流不息。民众这么捧场，因为这间面包店有面包冠军王吴宝春坐镇。怎么烤得完美？怎么样让面包香气四溢？吴宝春紧盯每个步骤。锯木，西超锯木出炉哦。一天限量1条的锯木面包，只有11个人可以买得到，所以一出炉就被抢购一空。面包大受欢迎，对吴宝春来说，这是美梦成真。出炉之后，然后客人在那边等，就是其实心里面就觉得说，就也是很开心的，然后就是消费者的肯定。从当学徒买日文烘焙书，到欧洲学艺，一步一脚印，脚踏实地，让他夺下面包界的奥林匹克大奖。他不但在2007年世界杯面包大赛中拿下亚洲区冠军，隔年拿下个人优胜，2010年更是一举拿下了总冠军。因为追求完美，他自我要求很严格。那在这个面包，我在比赛之前呢，就是大概练习了3年，才觉得满意的。火开之后，它的气孔，还有它的香味要保留。不怕苦，不怕累，这样的个性，吴宝春说跟他在屏东内埔乡的客家庄长大有关，因为从小耳濡目染。虽然他不是客家人，不过他倒是彻底发挥客家精神，绝对不浪费食材。像是苦涩的柳橙皮，经过他的巧手，也可以跟面包搭出和谐的口感。其实一般的橘子皮它会苦，那经过我们糖蜜之后处理过之后，它就不会苦了。与客家庄的连结浓得化不开，所以未来他还要用客家食材混搭西式面包，做出与众不同的客家面包。用那个草莓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柿子啊，还有麻糬啊。面包店里架上常常空荡荡，因为面包一出炉就形成秒杀。懂得要怎么收获，就要怎么栽。如今的吴宝春不仅是镇店之宝，更是台湾之光。屏东客庄长大的孩子体现客家精神，烘焙室里不怕苦，闯荡国际不怕难。当大奖桂冠加身，当面包赢得掌声，在吴宝春的笑容里看见我的感动时刻。